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易師兄。我們今天來到了廣州的番禺，為這邊的一個小姐姐看一個剛買的新房子。她正準備做這個裝修設計，想要看一下風水的規劃跟佈局到底應該怎麼做，才更加符合風水之法。前山巽向正真，坐西北向東南，八運是很好的坐向。辰方來水歸丁未方去，巨門水來，然後歸丁未方去，這是木局。木局的巨門水也是孩子讀書啊，就學業會比較旺，他的學業。門口這兩匹馬，剛一來就看到了，這邊有馬，那邊有鹿，這邊有這個羊。馬呢就代表男性，主事業。然後乾卦呢，它本身也代表一定的財富、權力。一馬一馬，鹿馬貴人的嘛，一馬貴人，鹿馬貴人。那邊呢有羊呢，就三羊開泰。那邊有鹿呢，就代表福祿的意思。這些都是取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它都是取諧音。今天馬年這個祝福語是一馬當先啊，跟馬相關的一些很多寓意，它都是非常吉祥的。乾山巽向，即係坐西北向東南。呢個坐向咧喺八運裏面咧，佢係倒山倒向嘅。八運嘅山星飛到坐山，運星飛到向首，佢係一個倒山倒向，係九宮飛星裏面係最好嘅一個做法，丁財兩旺嘅。簡單咁樣講。咁如果係雙星倒向嘅話咧，佢就係主要係催財。如果雙星會坐咧，就旺丁唔旺財，所以佢就有唔同嘅一種情況嘅一個組合。樓下我哋睇個地勢啦，其實佢左手邊嘅嗰個地勢略高嘅，兩條岔路。嗰邊會高少少，之後咧我哋右手邊咧係會略低少少嘅嗰個地勢。嚟水方咧同埋去水方咧，咁確定咗佢就係一個木局。木局咧佢嗰邊嚟嘅水咧就係一個巨門水，就係比較旺小朋友嘅嗰個讀書嘅。我哋先講八閘啦，坐西北向東南佢就係個乾宅。呢個八閘嘅每一個方位其實就一目了然啦。一間屋最主要就係睇大門、主人房同埋廚房，即係灶台三個位置。咁我哋大門咧，佢喺八閘呢個位咧係屬於喺離卦嘅絕命位啦。咁門嘅呢個位喺八閘裏面就唔係咁靚仔。咁之後咧，廚房咧喺禍害位，咁主人房咧喺乾位，乾位同埋坎位嘅兩部分都有佔到啦。佢呢個空間比較大。咁喺乾位嘅話，佢就係好唔錯嘅，就叫做伏位。伏位咧，我哋就叫做正伏不動啦，就非常之適合喺嗰度休息。但係會有一個矛盾嘅點嚇，八閘可能唔係咁好。但係飛星係好嘅，係點樣回事？之後我哋以邊個為準呢？之前我都有同燕子有講過呢個問題，我哋點樣去同大家分享？八閘咧，其實佢係一個比較機械化去睇一間屋吉凶情況嘅一個做法。佢同飛星嘅最大嘅唔同咧，就係佢嘅氣數佢係唔會轉變，佢10000年都係咁樣，所以佢係比較機械式嘅。所以相對嚟講咧，我哋係要以飛星為準。第二咧，我哋八閘主要係睇咩嘢？第一，主人房我哋嘅床頭靠喺邊度瞓比較好啦。咁喺呢邊咧，佢哋就靠咗喺吉位嘅，喺伏位。第二就係我哋睇廁所喺邊個方位會比較合適。咁呢度咧，廁所其實佢主要就係喺五貴位，即係廁所就適合喺呢個空位。咁但係呢個廁所就唔靚啦，呢個廁所喺亞咗喺成個八閘裏面最靚嘅位，生氣位。咁八閘裏面呢兩個位就係屬於八閘嘅財位啦，正西同埋正北。如果結合九宮飛星嚟睇咧，九宮飛星嘅財位同埋八閘嘅財位合埋一齊同一個位置嘅話，就代表呢間屋嘅財位嘅力量非常之強，所以佢唔矛盾嘅。齋個八閘嚟睇呢間屋係唔得嘅，係唔好嘅。但事實上咧，開發展商佢喺設計嗰陣時，佢係點解要定成乾山巽向？完全係用飛星嘅方法嚟做嘅，係八閘係僅供參考嘅啫。佢有佢嘅存在嘅意義，我哋唔否定八閘嘅呢個作用，同埋佢對風水學嘅呢個影響咧都係好大嘅。咁主要咧，我哋睇翻飛星啦，依家已經去到九運啦。飛星裏面咧，我呢張圖就比較清晰咁樣睇到大門、主人房之後廚房各個方位佢嘅一個吉凶嘅情況。大門咧喺正南嘅，大門喺正南咧，佢就係3、5同宮。3咧係代表嗰個三碧主口舌是非官非呢方面嘅問題。大門咧其實就代表全家人嘅一個運勢啦。可以話呢個門咧，的確喺八閘同埋飛星裏面嚟講，位唔係咁靚仔，但係我哋有方法去處理佢嘅。大門呢個位置主要化咗三碧嘅呢個凶性，三碧係屬木嘅，就要擺個紅色嘅地氈。第二咧，門口係唔夠光嘅，唔夠光猛咧，佢呢個屋嚟講，你入到嚟好光猛係好靚仔，咁門口唔夠光猛就係加燈啦。咁你見到上一個主人喺門口加咗一個棟住嘅嗰個燈明，其實都係有講究呢方面嘅一個問題咯。咁佢呢個做法係好嘅，不嫌棄嘅話，掛紅色嘅燈籠會更加好一點。咁之後咧，第二就係睇廚房啦，睇呢一個東南位嘅，算係八運星咧倒向嘅一個方向，倒山倒向嘅運星到咗廚房呢個位。呢間屋嘅財運點解好咧？因為運星到咗廚房呢個位，廚房就代表兩樣嘢，第一就係健康，第二就係財富。因為廚房我哋係喺嗰度將五穀雜糧變成食物，食日土嘅。咁呢個地方咧，我哋有柴米油鹽啦，佢就代表咗五穀啊嘛。
就代表咗財富嘅。咁所以八運嗰陣時，咁當然依家雖然係過咗運，呢個位置都係好唔錯嘅。最後咧就係主人房啦，個6白同宮係最靚嘅位嚟嘅。呢間屋咧相對嚟講係更加嘅旺男主人一啲，對男主人咧可能95分，之後對女主人咧係85分到90分咁上下嘅啫。同埋女主人咧呢間屋係有少少容易犯口舌嘅，喺坤位咧係有13同宮喺呢個位置。咁當然啦，都係用翻嗰個方法，我哋去做翻一啲化解啦。咁其實睇翻飛星咧，呢間屋係倒山倒向，成個格局咧，除咗大門同埋坤位13同宮要處理之外，其他地方都係幾唔錯嘅。等下我哋再睇外部嘅環境同呢個飛星點樣配合，你哋就更加明白佢好喺邊個地方。咁跟住就係呢度嘅健康方面咧，就要注意咽喉啦，因為依家九運咧已經係去到酉宮啊，就要257同宮，尤其是影響女性會多啲，因為酉宮係代表女仔啦。好彩你嘅小朋友係男仔，如果係女仔嘅話咧，咁佢就比較容易有喉嚨、支氣管、咽喉方面嘅一啲問題。男仔仲好少少啊，但係都要注意呢方面嘅問題啦。有卦對卦都代表筋骨呢方面都稍稍注意一下咯，係其他就冇咩嘅。好，我哋而家去睇外部嘅呢個情況。上到嚟咧係一個比較開闊嘅一個情況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前面要開闊，咁但係事實上呢一棟樓嚟講嘅話咧，呢個係佢嘅後邊，呢個係佢嘅座山，但係冇問題，佢係先空再有山喺後邊，再有樓喺後邊，同埋呢嗰度有個山坡仔啊，都係符合咗有山嘅呢個情況。佢係符合咗乾卦係座山喺後邊啦，佢開闊咧就催旺咗6白星，之後咧有山咧就催旺8白星，所以佢係好合局嘅，冇問題嘅。呢度開闊咧，佢係催旺呢粒星啦，跟住呢一粒咧山啊都係非常之好嘅山嚟嘅。4、6咧佢係代表文昌，6、8咧代表偏財，所以呢一邊嘅呢個高樓都係冇問題，都係好好嘅。咁佢嘅向手咧就係佢其實向住嗰邊啦，向住嗰邊，我哋而家去嗰邊睇下嗰個外國嘅情況。呢一邊咧可以話係比較遠先有樓啦，比較開闊，所以佢點解要做到倒山倒向？倒向咧前面開闊，佢就可以催旺前面嘅呢個8白星，所以佢咁樣做係有原因嘅，係合局嘅。如果前面譬如話廠房嗰個位啦，如果嗰個位有一等好高嘅樓出嚟，佢就唔符合呢個前面空嘅一個格局，佢係前面一直到嗰度先有高樓，所以整體嚟講佢仲係非常之合局，前面係好空嘅。唯獨咧就係近嘅呢個位就有啲問題啦，就呢度啲電線桿太多啦，啲電線佢啲磁場會比較亂，同埋呢一邊呢個單位咧啲尖角咧對住你呢間房，佢係有個角煞喺呢度嘅，咁我哋就要處理呢啲問題啦。咁下面嘅路咧仲還好，睇落雖然有少少亂，但係畢竟佢仲係一條路係環抱住你呢棟啦，玉帶環腰嘅一種感覺，但係佢唔係喺最靚嗰個位。如果呢棟樓向右邊移，環抱嘅位再過嚟一啲嘅話，就會仲靚。外國咧有一啲可取之處嘅，即係有靚仔嘅地方嘅。如果冇呢啲電線桿就仲高分啦，就 perfect 啦，係啊。冇電線桿、冇電線塔、冇電線桿，前面呢啲廠房都冇問題嘅，佢都係算係企理㗎啦。佢又唔係咩發電站，廠房係比較好嘅，開闊，明堂開闊。主人房呢個位咧，其實係成間屋最好嘅位置。第一就係主人房，第二就係嗰個我哋客廳。客廳佢係喺朝東嘅，東邊咧係你間屋9運財位。呢個位咧係西北位嚟嘅，本身就係乾位啦。乾位就代表男主人啦。之後佢嘅外局咧，依然同我哋喺嗰個陽台見到一樣，好合局嘅。外局嘅配合95分嘅，唯獨就係呢度嘅呢個廁所啦，落個珠簾咯。仔仔咧其實係巽卦嘅，佢命卦咧屬於東四命，適合住喺呢間房咯。A 啊。臥室 A 啊，你哋兩個人嚟講咧，李先生係艮卦嘅，係屬於西四命，之後你其實屬於離卦，屬東四命，所以呢間屋都係呢個主人房喺呢個位咧，同埋呢間屋嘅呢個坐向咧，都係更加旺佢一啲。你哋幾時想要二胎？我想問下幾時我可以生到女？幾時生女啊？因為我很想要個女兒，因為有一個兒子咯，起碼要搬進來住了之後才會有計劃。你哋個時間夾唔到啊！呢間屋原本今年有個女嘅，嚟唔切啊！今年真係女啊！呢個點睇都係女呢個。真㗎？係啊，就很想要個女兒，真的很想要個女兒。我一起住。你屋企嘅位置咧係好適合喺正東啊去做一啲佈置嘅。我建議你可以養魚，養魚之後可以擺啲水晶喺度。我而家屋企有兩隻烏龜，有幾隻烏龜？可以啊，將個缸擺喺呢個位置。之後呢個位置係你屋企嘅呢個財位嚟嘅。因為龜係代表長壽啊嘛。係啊，健康啊。我知道。財位之後養魚啦、烏龜啦。之後呢間房係適合攞嚟做嗰個儲物間。一半 walk-in 啦，一半儲物間就咁樣切開，因為呢個位置咧唔係咁靚嘅，正西位257同宮，咁呢個位就唔好住人就比較好啦，所以一邊辦公一邊呢個，到時候呢個正南呢個位正南西南呢個位就留俾二胎嘅小朋友，咁其實你早期你想辦公，你喺呢個辦公都得，真係有咗 BB 之後再咩切走佢都得嘅，呢個位係。
呢個位仲係有一定嘅財運喺度嘅，西南個位。主人房咧擺夾萬喺呢個位置。我哋嗰啲嘢會放喺銀行嘅保險箱。唔得，要擺翻一啲翻屋企。哦，OK。啲財物全部都喺出邊，你擺翻個夾萬喺呢度穩定你嘅財源。之後裡面咧，我到時候會俾一啲物料嘅清單俾你。哦，OK。裡面可以擺一啲現金，擺一啲嗰啲貴金屬嘅金條、銀條。裡面唔可以擺垃圾嘢啊，護照嗰啲嘢可以擺，元寶啊、水晶球。之後聚寶盤可以擺喺裏邊。同埋你呢度係要整一對麒麟對出邊嘅，因為出邊有煞氣。同埋你如果喺呢個辦公，你可以做嗰個招財啊、吸財咯。正南門口嘅紅地氈。主臥嘅時候呢，放個葫蘆。你嘅命格裏面土比較旺，我哋用金去化咗佢。土對你嚟講係七煞啊嘛，七煞太強旺啦。嘢咧唔需要太多，啱啱好夠用就得噶啦。養魚都同命卦係有關係嘅。首先咧，起金水嘅人咧係適合養魚嘅，你哋兩個都適合養魚。嗰個魚嘅數量其實同命卦係息息相關。佢嘅命卦咧係艮卦，係屬於西四命。艮卦係屬土嘅，屬土咧就需要佢嘅數量就係5、10、15咁樣嘅倍數。就係合適嘅，咁就養10條咯。個缸就唔使話太大啊，10條可以黑色、金色，即係一半一半啦。OK，那剛剛呢，我們就在上面呢，給客戶講了將近3個小時的時間呢，把八宅法，然後九宮飛星，還有每個房間的吉凶的情況、外局的這個巒頭跟水法的情況都講解了。那相信呢，他也已經非常清楚要怎麼樣去做規劃跟設計。那本次的分享呢就到這裡，我們下期再見哦，拜拜。